韩热人的例行演习今日起过，美军对成立的太空军嘛加入演习，防止北韩入侵网络。咱的邦交国瓜地马拉的新总统阿里巴诺，捌讲要甲中国加强贸易关系，咱两国的邦交敢会有变化，爱去观察。据风希拉2.6，不过是84年来头一个登陆南加州的热带风暴，当地未少所在遭冻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国际关系。美国甲南韩热人的例行演习今日起过，这回美军对成立的太空军嘛有加入演习，这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北韩入侵网络。不过，伫咧演习进前，韩国负责兵机推演的包厢，好亲像都已经受到北韩的海客攻击。驻韩甲驻日的美军，逐年拢会甲韩国辽海军三军进行联合演习。演习的名称嘛经过几落改变更。前总统川普时代为了安抚北韩，避免核武危机，原来的一支自由卫士演习捌停办。所来新冠疫情，这次演习的规模大幅度求水。拜登任内由2022年开始改名一支自由之盾。根据联合国宪章，以韩国国军加驻韩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司令部，也有10外个国家是会员。按照美国的讲法，这届除了美韩两国以外，也有英国、法国等部分北约的会员国，也有纽澳、泰国甲菲律宾这亚太盟国参与。同时，美军原来有新成员加入2023年度的演习行列。Since last UFS, one of the changes that we do have now is a space force. How do we incorporate multi-domain operations? You have the space component, you have the land component, air, sea, cyber, and the cognitive domains. 外电报道指出，就伫演习上场进前，负责预演电脑的韩国包厢，好亲像去予北韩用钓鱼邮件这方法的骇客攻击。除了可疑的骇客攻击，北韩针对美国主导的联合演习，第2日同一天发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北韩海军试射飞弹的消息。飞弹号名叫金星3号，根据北韩官方公布的相片，也甲总部设伫美国智库北纬38度线。伫2014年的情报分析，做发射平台的军舰是2013年上市北韩海军上新型的南普级护卫舰，但是发射的飞弹可能是改造俄罗斯 KH-35反舰飞弹，射程甲威力相当是美国的鱼车飞弹。飞弹试射日期，北韩官方媒体并无说明。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美国顶一日是批准由荷兰甲丹麦交 F-16战机予乌克兰用，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赶紧去拜访这两国，亲身坐战机视察。乌克兰的遐尼着急的 F-16，就是因为因现有的战机拢是苏联时代所留落来的，而且有6成已经歹去啊。乌克兰望讲，这款会当进攻、会当防守，佮会当甲北约武器做伙结合的 F-16，会当改变战局。不过，除了飞机无遐尼紧到，这飞行员嘛是一个问题。目前讲，虽然是有11个国家正在帮助乌克兰同齐训练飞行员，不过尚无是爱4个月的时间，才训练完这飞行员会当熟手。这就代表讲，这 F-16今年也无法度加入战线。有美国的官员甚至是认为讲 ，F-16会当加强乌克兰防守，不过要并盘改变局势，恐惊是真困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丹麦，国家总理弗瑞德里克森同齐前往斯克里斯楚普空军基地，也坐 F-16战机。Yes, ma'am. 几点钟进前，泽伦斯基才伫荷兰甲总理吕特伫爱因霍芬一个空军基地会面。伊一日访问两个国家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 F-16战机。也毋过，毋是随会当摕到，目前荷兰有24架会当操作的 F-16，会伫2024年中进行退役。We are looking into whether we can supply all the remaining planes, or that still stuff has to be done to update them, or maybe it is not possible. So the exact number I cannot give you, but we are working from the fact that at this moment we
still have 42 in-stock F-16s are very sensitive planes, so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all the infrastructural things have been prepared. 荷兰甲丹麦最近几个月继续协助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俄国有数十人受训，因为培训工程师甲机械师也至少需要6个月，也是更较长的时间。先天今年秋冬无法度用 F-16，美国10月批准丹麦甲荷兰交付美国这 F-16战机予乌克兰，方认为是对其富强大的帮助。虽然这 F-16短时间内对战局真歹产生重大影响，乌克兰自早就一直要求处理这种先进战机，以增加因对俄国作战优势。最近，俄军才伫无空军暗号的情况，对克里姆林宫发动等待真久的反攻，所以让俄军随在俄国航空甲陆地部队操控。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译。咱的邦交国瓜地马拉新一任的总统选出来啊，是前总统的后生阿雷巴诺并盘选赢第一夫人，主要就是因为伊反贪污的政见真受到少年辈支持。这个新总统伫咧竞选期间，伊是要讲要甲中国加强经济较无益的关系。不过，同这个时间，伊嘛强调讲，无要改变甲台湾的关系，讲这两项是无相冲突的。不过，掠今年3月甲咱断交的洪都拉斯来讲，因过去嘛捌讲要甲咱台湾维持邦交，不过是当无年半就断交啊。所以讲，这回瓜地马拉政权轮替，敢会互咱两国的关系有变化，爱阁继续观察。人机啊，各叫各跳，群众是真欢喜。台湾友邦瓜地马拉办至举办总统大选2轮投票，前总统的后生，前主党候选人阿雷巴诺大逆转，提58%的得票率，大领先前第一夫人得票率37%的托瑞斯，将做瓜地马拉12年来第一回组合总统。Esta victoria es del pueblo de Guatemala y ahora unidos.Como pueblo de Guatemala, lucharemos contra la corrupción. 64岁阿雷巴诺是社会学家，捌做过外交部处长，佮到台湾访问过。不过阿雷巴诺选前主张扩大甲中国经贸关系，同时佮表示无要改变台湾甲瓜地马拉的邦交。伊第一轮竞选时阵，无人看好情形之下，以第一关票进入决选，一面嘛叫做全国焦点。不过也引起其他政党质疑选举问题，反而佮暂停伊的决选资格，不过后来恢复资格，佮继续大拍反贪腐败，得到选民特别是少年人欢迎，最后以超级欧美的态势胜选。Me da una alegría por las generaciones que vienen, para que puedan tener un mejor futuro. 瓜地马拉选举机构佮指出，二早决选的投票率高达44%，创历史新高。败选的托瑞斯临时取消记者会，到这个进程依然无发表讲话。阿雷巴诺要伫明年1月上任接替立场偏右的贾迈代。贾迈代执政期间，政府贪腐不容易举，不少反贪甲异议人士遭到打压或者是流亡。阿雷巴诺捌承诺要互这为正义斗争的人士回国。另外，伊上台了后，除了抢夺贪腐，还阁解决国内近10年来散车款牛治安败坏，这个真大难题。公司新闻邱焕明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南韩的 DJ 苏打伫咧日本的音乐活动，去互观众摸胸坎性骚扰。主办单位今日是正式对2男1女3嫌犯提告。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的地方政府过去是靠卖土地、税土地，互房地产业者赚钱。不过，即阵中国的房地产业危机拖累到地方政府的债务，所以讲国务院的总理李强就派调查团去各地了解地方负债的状况。英国《Times》报道，英国一个护士涉嫌杀死7个婴仔，而且还有超过30个婴仔捌受到攻击，卡在受活落来。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世界杯女子卡球赛西班牙摕到冠军。西班牙皇家卡球协会主席欢喜过头，硬进女球员是去互骂甲变过。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马里兰州出现40多年来头一个马拉利亚本土病例，而且甲美国8大探病网无共，这是爆发危机。
飓风希拉里减弱做热带风暴，继续向美国的南加州行驶，是这84年来头一个登陆南加州的热带风暴。虽然伊已经无到飓风的顶级，不过南加州已经有未少所在咧做大水。淡水因过道路一直向较低所在流，佮有疑似加速筒的铁桶拿铺拿停。热带风暴希拉里20位墨西哥西部的夏加利福尼亚半岛北部登陆，向美国的加州南部行。You can see rainfall increasing this morning across the Los Angeles Basin out into the deserts of southeastern California. You can see some heavier rainfall here down near the center of Hillary that's starting to move northward out of Baja California to the north and will be moving into Southern California over the next 18 to 24 hours. 虽然希拉里的威力在过去48点钟一直咧减弱，不过光风暴雨和当地的街路灌水淹过车链的一半，佮有真侪车伫咧路中吊车，爱用道路救援甲车辆拖走。这嘛是加州84天来头一届有热带风暴登陆。美国飓风中心预估，热带风暴的风雨有可能造成淹水、土石流甲家里的风灾灾难，会影响到美国西南部大部分的地区。We continue to b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life-threatening flash flooding,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impacts, especially here in this purple area. You see where we have a high risk of flash flooding. That's in the areas of the deserts and the mountain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here have been some targeted evacuation orders given in portion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lease follow those. 过去加州总理权的一年降雨量差不多是116毫米，不过这个热带风暴如果会伫短时间内底提当地落150到254毫米的雨量。暂时南加州的洛杉矶市长已经要求民众踮伫厝内，表示市府已经做好防范遭大水的准备，佮有一寡官员要求疏散居民。不过加州亨廷顿海堡，煞有真侪介意冲泳的人享受海边的大泳。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来看一件社会案件，英国一个照顾婴仔的护理师，竟然是涉嫌杀死7个婴仔，用自控器具胰岛素这寡专业的知识，变相害死婴仔。这个护理师是已经确定去互判有罪，上当可能要关一世啦。其替囡仔出事的父母，安怎也想袂到照顾家己宝贝人，竟然是连续替红婴仔人。加害者是英国一个专门照顾出事的囡仔的33岁护理师莱比，伊伫2015年6月到2016年6月期间，佫会杀害7个出事的囡仔，甲想要杀害另外6个婴仔。Lucy Letby was entrusted to protect som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babies. Little did those working alongside her know that there was a murderer in their midst. She did her utmost to conceal her crimes by varying the ways in which she repeatedly harmed babies in her care. She sought to deceive her colleagues and pass off the harm she caused as nothing more than a worsening of each baby's existing vulnerability. 过去捌伫英格兰的切斯特伯爵夫人病院工作莱比，大部分是用一暗班的期间下手故意自控器到婴仔体内强行刺冷，将胰岛素注入婴仔静脉这方式捕杀婴仔。有多几一家的婴仔所爱忍受一世人的病痛，这大号囡仔主的受害者都因为安尼出现脑性麻痹、甲骹手袂振动，即马已经8岁，爱24点钟全工的照护。另外，病院部重视部分医师的记录要疏失。I speak for the whole trust when I say how deeply saddened and appalled we are at Lucy Letby's crimes. Dr. Scott, I have to ask, why did hospital managers try to stop Lucy Letby from being investigated? 警方搜查摕到用手写的字条啊，因看到来比捌写我故意杀死因，因为我无够好明照顾因，我真邪恶，是我做的。英国《卫报》报道指出，警方扩大调查，发现有另外30个婴仔伫莱比当地期间，因为可疑原因破病。警方也继续调查，伊进前伫无共经病院的照护工作，因为受害婴仔数量可能会阁增加。经过10个月审判了后，顶礼拜5，莱比判有罪。当地时间8日，法院宣布莱比的刑期恐惊是无期徒刑。公司新闻张如平报道。罗西亚航太集团让47年搁射探测器上太空。这个探测器本来是今日爱到月球，不过昨日却是失去联络。这阵罗西亚航太公司证实，探测器是已经落落来啊，行动失败。
继47年，俄罗斯搁一摆进行登月任务。月球25号探测器11升空，原定21伫月球表面登陆，刷第19下到17连续。俄罗斯航太集团表示，探测器伫登陆进前失控进入未当预测的轨道，搁已经坠毁伫月球的表面。Эту систему Роскосмос изменил требования в сторону, чтобы эти системы укладывались в нов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Ну, такой, в общем, подгонка под т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у Роскосмоса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这场登月计划是俄罗斯自1976年月球利是行动到达，头一摆试着月球任务，结果继47年行动以失败终结。凸显莫斯科的太空实力已经真歹甲冷战期间美苏太空竞赛时阵来相比，甚至未来几年无法度甲中国合作进行更较侪任务。Роскосмосу нужен опыт посадки на Луну, и теперь у него его снова нет. То есть он не сможет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с Китаем на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Китая там уже 3 успешные посадки на Луну, а у Роскосмоса ни одной. То есть получится, Роскосмос будет так плестись в хвосте китайской лу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虽然美国甲中国拢捌伫月球表面登陆，但过到达犹原无任何国家成功降落月球南极。印度是各国的竞争者之一，因的月球飞船3号7月就已经发射，采取较细路也毋过节省燃料的路线前往月球，所以用更较侪时间才到月球。即马有希望成做第一个登陆月球南极的国家。公司新闻地位林平玉。西元79年，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爆发，甲这庞贝古城带入咧涂骹底。时阵转变做考古学者找出历史记录的地点。根据这250年来研究，尚无有1500个人伫咧迄场火山灾难当中死亡。2014年的历史灾难片《庞贝末日》是咧讲古罗马时代正当竞技场伫咧进行决斗时阵，维苏威火山爆发，喷出正小的火山灰，也造成地动。要安怎甲迄当阵壮丽古罗马建筑甲人，拢总被带掉的惊人的画面呈现出来。当年这场大灾难，到底有偌侪人被带伫咧火山灰甲竞技场下骹？要到2000年来拢无定论。不过，伫过去大约250年的考古过程，包括上新发现的这2个查甫人，当地已经挖出来罹难者的尸体超过1300具，正挖掘保守的估计1500人。而且挖出来所在并不是什么火化的宫殿或者是主体，较真就是工厂的工作室，因为内面有真侪修理甲画图的工具。A Pompei in generale, qui in particolare, in questo momento in trasformazione, che stava cercando di riprendersi, ma poi interviene l'eruzione, viene tutto stroncato in solo 2 giorni di inferno. 专家讲，伫公元79年的火山大爆发进前，庞贝城附近就有一寡火山活动造成的地动。上新发现的这寡遗骸，专家估计年纪大概是55岁左右。对骨头排列的情形来看，并不是火山爆发的死亡。La dinamica esatta in cui è avvenuta la morte. Come in questo caso non è l'ultima fase della eruzione, l'arrivo dei flussi piroclastici, dunque la cenere è estremamente calda, ma sono dei crolli. Vediamo qui pezzi del muro sulle vittime con diverse fratture che sono il risultato sia del peso degli appelli sui tetti e sui solai, sia anche dei terremoti che accompagnano l'eruzione, che negli ultimi anni abbiamo visto la violenza, la forza di questi eventi sismici contestuali all'eruzione del Vesuvio. 考古团队发现的2位罹难者内面，有一个人看起来敢若是手举起来要当绑来石头，结果当然是无法度。已经过1900多年啊，庞贝城的遗址怎么慢慢被挖出来，充满着古罗马甲古希腊风格建筑物，或者真侪意大利吸引外国游客的焦点。怎么除了游客暂时无法度挖掘的考古区域，就敢若这个圆形的座排骨了10倍，和火山灰砍掉挖出来遗体。讲到公元79年，迄场惊人的天灾。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庞贝古城这几年是一直挖出一寡珍贵的文物，上新呢是罗马时期一栋别踪的房间。根据考古学者判断，这间应该是奴才房间，内底竟然怀疑讲有找到鸟鼠的尸体。
澎湃科国园区的专家伫位置现场介绍文物，就是上新出土的落地房间。科国团队应用19世纪的石膏灌浆法，将现位置甲遗骸的原貌，包含床甲毯的凹痕，拢清清楚楚。La possibilità di realizzare dei calchi, cioè di riempire i vuoti lasciati nella cenerite, nello strato di cenere dell'eruzione del Vesuvio con gesso ha consentito qua di ottenere quasi una specie di fotografia di un ambiente abitato molto probabilmente da servi, da schiavi. 新出土的落地房间位置伫澎湃城北边600公尺的朱利安那城一个纵横别庄内底。房间有2个面层，其中一个面层有装珠啊，专家研判应该是管理落地人的。房间内底还有两几啊较有耳仔的醋灰啊管啊，甲釉灰啊、腰低头这金属物件。房间内底无锁头或者是锁链的物件，显示迄时阵用基态方式控制落地的自由。涂骹还有3只鸟鼠的遗骸，这是科学学家伫同一地点挖出的第2间落地房间。2011年出土的房间有3个面层，当时要醋灰啊这物件。专家为2个房间的物件来分析，迄时阵落地房也减做杜装式。意大利文物部专家指出，这遗址文物的细节透露，迄时阵社会底层族群的生活并不稳定，而且卫生条件也无好。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接落来看一位食较老、运动较老的时代，法国84岁阿嬷，伊是捌参加过57场的国际马拉松，累计已经走8000公里啊。去年伊伫咧法国的走标锦标赛，24点钟就走125公里，这是甚至打破世界纪录。7月到84岁芭芭拉·汉普特，逐工固定伫巴黎郊区奥伯纳的厝附近咧走，平均一礼拜用走50公里，对伊来讲。逐工咧走是甲大自然对话时间，也互已经做阿嬷的芭芭拉，身体是真溜达健康，外表无感觉真老。On me demande souvent, je pense que c'est une sensation de liberté, de bien-être, de joie, de communiquer avec la nature, la forêt, les champs. 芭芭拉43岁开始对查某囝学走，找出兴趣了后，随去挑战大细细马拉松比赛。巴黎马拉松是伊上常参加的比赛，超过40年的资历，立即8000公里的纪录，因讲是巴黎到北京的距离。并顶悬的奖牌有够多，并是巅峰神，是提醒家己走的初心。Je suis très modeste parce que on est toujours content et heureux d'avoir fini un marathon, une grande course, d'avoir réussi. Et les médailles, ça me montre donc l'effort. 2022年，芭芭拉伫法国电竞锦标赛走出14点钟120公里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今年4月伫巴黎马拉松6点钟11分01秒完赛，80多岁也能创下这么好的成绩。伊分享维持身体好状态秘诀，就是规律训练、均衡饮食，加一粒真热爱走的心。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